来看台中市北区民权路一间银行今仔透早火烧，银行外口停车格规排奥多摆拢着火，有10台奥多摆甲1台轿车烧掉，有民众怀疑讲是其中1台电动脚踏车先着火。电话卡着火，甲规排奥多摆拢烧了了，消防警员赶到现场有水线拍火。 火烧点外钟了后控制掉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代志发生伫至到半暝1点左右，当日咧台中民权路这间银行头前的奥多摆，唔知是啥物原因，熊熊着火，火是烧甲真猛。农庄有1台轿车、10台奥多摆互烧掉，其中1台是电动脚踏车。就烧起来而已，这样。从哪边再开始烧？从那区开始。哦，从那区。对。汽车的这一块已经有明火传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当场就部署水线从里面往外。监视人员到现场采证，要调查着火原因。警方表示，当时电动脚踏车无咧充电，要等调查清楚，才会当确认讲敢是电动脚踏车的责任。有电机学者表示，电动脚踏车用的高瓦式电池，大部分拢是锂电池，应该要随时注意电池的状况。动力电池。 那它因为它是快充快放的可能性会很高，尤其在动力的情况下，有些马达加速，这个可能它需要的出力更大，所以它的容量衰退会到后期会更严重。学者表示，因为电动脚踏车的电池使用方式会了真侪能量，应该避免充电放电上过头。若准常常放伫咧室外，嘛要注意线路的绝缘效果，避免小拍电造成危险。上重要的也是爱定期检查，确认电池的状况，确保安全。记者林建生、彭焕群台中报道。